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老祖的飞升雷劫开始了。老祖，你一定要成功啊！别人修仙都是12道雷劫截止，我都已经99道了。还有，两。老祖，恭送老祖。一鞠躬。天亡我赵家，让我断子绝孙呐！你还不知道吧？赵家那3个大的为了保全老四，都战死北疆。可不是嘛？听说刚找回来的时候还有口气，可没有丹田，谁也救不了啊！再鞠躬。他好像动了，我看你是眼花了吧？3鞠躬。哎，他又动了，我真看见了，不信你看。不是应雷劫的时候被劈死了吗？这是哪里？接着，我你能活着逃回去，我们赵家留下火种，杀，活下去。我居然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赵家4公子身上。老天，你让我再活一次，有什么用意啊？老爷，有影子，少爷不是鬼，少爷没死。你个臭小子，你没死啊你！老爷，董卓，什么事儿啊？老爷，陈家、李家、白家3位千金到我赵府等您多时了。我们家3兄弟刚刚战死，他们前来定是来商讨退婚之事。3位千金不是来退婚的，是为了履行婚约，要做赵家的媳妇儿。这不是往我伤口上撒盐吗？他们兄弟3个刚刚战死，你让我如何履行婚约？老爷，哎呀，见过赵伯伯。哎呀，3位侄女，无需多礼，请坐。我听说3位侄女是为婚约之事而来，虽然我们家那4郎是刚刚死里逃生啊，只是那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哎。赵伯伯，赵家3子违抗魔族，战死北疆。我陈李白3家入就此退婚，天玄城的百姓岂不认为我们是那种背信弃义之人？我与秋水姐姐的想法一致。我也是。你们真的不嫌弃我那废物儿子啊？他真的配得上你们吗？他当然不配。赵家3子皆是天之骄子，修炼奇才，而这4子赵飞扬，却天生没有丹田，连最基本的修炼都无法做到。相比之下，虽是同根之骨，却有天壤之别。既然看不起我，为什么还要嫁给我呢？是不是有什么前提呀？哎呀，闭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侄女，你继续说。
约之期还有1月，若他在这1月之内能够凝练灵气，踏入武道，并且超过我3人，那我3人便同意嫁给他。反之，便是他无药可救，我们3家只能就此退婚。看，被我猜中了吧？啊？哎，侄女，这未免也太天方夜谭了吧？他练了18年都未踏入武道，那他怎么能够在1个月之内超过你们3个呢？就说秋水侄女你吧，你现在已经是武道3品，那即便是大郎在，也不敢说是完全超过你。那何况他呢？啊！大武师已是3个月之前的事，如今未变宗师。你位列4品，我都才3品。对不住了，赵伯伯。秋水也是为我们3人考虑，如果直接退婚的话，我们3家名誉受损，日后在天玄城可谓是举步维艰。看在我们世交多年的份上，还望您体谅我们。我其实……没关系，我理解，我理解啊。我父亲理解你们，可你们谁又理解过他呢？婚约此等大事，你们3家大人不出面，却让你们3个来谈，也觉得拉不下脸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嘴上说着不退婚，实际却提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要求，这跟不要脸有什么区别？你这小子平时唯唯诺诺，今日居然硬气了一回。原本想看在大家世交的面子上不撕破脸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陈秋水就是光明正大来退婚的。我有我的远大抱负，岂能折在你这种废物手里虚度此生？我代表陈家退婚。我代表李家退婚。等等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说好什么？如果老爷，五爷回来了。恒儿参见义父。快快请起。大哥、二哥，还有三哥的事情，我都已经听说了。怪我，都怪我，怪我去万寿谷历练，没能陪他们去北疆。恒儿不必自责，这就是他们的命。五弟啊，你这刚回来，不认识你四哥了，连招呼都不知道打。你配？我怎么不配？你虽然身为义父的亲儿子，但你德不配位，不学无术，不求上进，连累三位兄长惨死北疆战场，自己却苟全了性命。我若是你，定然找个没人的地方苦修，提升修为，争取早日前往北疆，为三位兄长报仇雪恨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脸无所谓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。臭小子，你要能有恒儿半分骨气，我何至于如此忧心呢？既然你感觉他这么好，那你让他给你当亲儿子吧。逆子，逆子啊！你听听，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混蛋话？德州，赶紧把萧然请回来，给我盯着他，好生习武。是。恒儿，你四哥呢，也是刚从战场回来，足足昏迷了3个月。
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性格也不像原先那么谦和。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果然还是亲儿子要亲一点。义父，您多虑了。孩儿岂是如此小肚鸡肠之人？对了，义父，此次我在万寿谷猎焰还结识了一位友人，想跟你引荐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只是我这友人修为比较高，还需解开这护灵大阵，他方能进来。稍等。五品大宗师，您就是赵恒的义父，晚辈庄立参见赵家主。不敢不敢，在堂堂大宗师跟前，我怎敢妄称长辈？我与赵恒是朋友，您是他义父，自然是长辈。庄先生不知是何门何派呀？如此年轻，便有这般修。你有这般厉害的朋友，这是你的福气呀！哪里，赵家主过誉了。义父，在武道大会开始之前，我这位好友能否在咱们山庄小住几日？赵家主，如有不便啊，不是，房子很多，随便住，没有什么不便的。行，我带你们过去。白芷，怎么了？方才在赵家，我见你似乎有意想答应履行婚约，你难道真甘心嫁给赵飞扬那个人尽皆知的废物？我白家之人吗？我承认这点他勇气可嘉，可是你值得更好的。更好的，我貌不如你李嫣然，武不如你陈秋水，我有自知之明。我觉得我加入赵家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再者，我加入赵家，好歹是家主夫人，在陈家，我只是外人。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或许吧。但你想过没有？想过什么？他赵家如今只剩下赵飞扬那个废物四子，家主赵齐年事已高，你嫁给赵飞扬，他能承得起赵家家业吗？你又能当得了几年赵家夫人？若干年之后，你带着和赵飞扬的孩子颠沛流离的时候，你又如何面对此般苦难？还是嫣然一针见血。所以，我们都希望你能清醒一点。是圣地传来的，看来是圣果开花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若是能获得祁莲子，我们的修为必可突飞猛进。
上人，探查的如何？不错不错，赵家不愧是几代世家，这山庄下镇压的灵脉含量非常庞大，是个宝地，算你没。还有后手。哦，后手。如今我那个义父3个儿子惨死，只剩下赵飞扬一个废物。只要这个废物一死，届时我再获取他的信任，成为这山庄的少主，便能得到这护庭大阵的阵法结构以及阵眼所在，届时便能轻易地帮您获得这条灵脉了。那不是你跟我的交易吗？你放心，一个废物杀了他，只不过是抬抬手指的事情罢了。他只要离开山庄，我就能悄无声息地除掉他。野心还不小，既然主意都打到我头上了，那我就陪你们赵飞扬，要不是你爹让我回来训练你，我才懒得理你。你可以不理我呀。你3个哥哥皆是我所教，你若肯全听我的，1个月内必让你破入1品，成为一名武者。你也不想别人再叫你废物了吧？叫就叫呗，无聊。我要出去转转。你若能接我3招，我便放你走。来。不行，少爷不可！萧大师的剑术可是我们天玄城第一。今天我就陪你玩玩。哼！看剑！4招，我还送你1招，我可以走了吧，萧大师？不行，你不许走，再来！承让。你站住！又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说话不算话吧，萧大师？说好3招，我陪你过了4招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承认，刚才3招为限的赌注，你确实赢了。我也没想到你剑术竟然有这般造诣，这是老天爷在赏你饭吃。你若肯拜我为师，假以时日成为武者，再凭借你这身剑术，必能在同等级之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所以呢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可愿意拜我为师？啥？你若肯拜我为师的话，我愿将你收为我的关门弟子，将我的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，绝不吝啬分毫。但前提是你得听从我的安排，我让你怎么训练，你不要问为什么。3年内必能让你得到质的飞跃。你要收我为徒？太好了，少爷！萧大师收你做关门弟子的话，你一定会变得特别厉害的。那你去呗。少爷，您就别开玩笑了。你难道觉得五品大宗师还不配当你的师傅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只是……我知道，我之前只收你3个哥哥为徒，唯独把你排斥在外，确实是我目光短浅了些。我向你道歉。今日一事，我不由高看了你一眼。你并非无药可救，机会已经给你了，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？不愿意。我都不惜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怀恨在心？可拉倒吧，萧大师，我太菜了，我给你当徒弟只会让你蒙羞，所以啊，拜师这事儿还是免了吧。少爷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降服你的。少爷，我想买冰糖葫芦吃。买。哇，什么玩意儿？好像是圣地中的莲花开了，少爷，我们快去看一看吧。就是那个9981年才能开一次的圣果。哎，那玩意儿有啥可看的？那个莲花中的莲子好像是孕育100年的灵丹，若您能得到一颗，说不定能重塑丹田，变得非常厉害呢。那都是骗人的，我没兴趣。哎呀，去嘛，少爷，去嘛！这菩提圣树9981年才开一次花，真是太难得了。也不知道谁能有这种福气得到圣果呀？谁说不是呢？天生异象，看来圣花已经成熟，就等它绽放了。没想到我们这一代竟然真的有幸见证它盛开，真是幸运啊！哎，少爷，3位姑娘。赵飞扬，难道你真如他人口中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哎，你说你，非得热脸贴他们冷屁股干嘛？走了。少爷，我们再等等嘛，等开完开花再说。初儿求你了。好吧。今日菩提树有开花之兆，老衲叮嘱诸位，莫要强取豪夺。圣果成长81年，开花81年，早已有了自己的灵智，为择主而开。尔等可上前一步，催动自身力气，与圣花交汇。若你是有缘人，圣花便会盛开；反之，证明圣花与你无缘。现在，诸位可以尝试了。老衲提醒一下诸位，圣花乃至刚至阳纯阳之物，29岁以上的人就莫要尝试了，因为到了此年纪，阳气便由盛转衰，即便你修为再强，也无济于事。我来试试。比你还菜。我也来试试。这么难开吗？这个菩提树？你以为呢？除了需要与菩提圣树有缘，催动其灵力，还需要自身强大的底蕴来支撑。若修为太低，想让圣花绽放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要不，咱们3个姐妹也去试试？好，谁先来？那我先吧。若我能得到一颗圣果，提升修为，说不定能够光复白家。老天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
难道圣果要开花了？看来老天真的眷顾白芷妹妹。看来是我多心了。哎呀，可惜呀！哎呦，这姑娘好生漂亮，之前怎么没见过？傻了吧？这是元天玄城4大家族白家千金白芷，辜负二位姐姐的期待了。没事的，白芷妹妹。无论我和秋水姐姐谁让圣花盛开，其中的果实都会有你一份的。那就多谢二位姐姐了。仙人姑娘也不行啊，没想到这么难。看来我也不够资格，如今只能寄希望于秋水姐姐了。莫要妄自菲薄，我也不一定能让之绽放，只能说，先试试。秋水姐姐可能可以啊。她可以什么呀？你也不行啊！可惜还是没能绽放。看来今日有缘人没有在场，还有人要试吗？若是无人，那老衲便要封闭圣地，让它自然盛开。大师，这圣花自然盛开还要等多久啊？兴许明天，兴许3年5载，兴许一辈子都不会开放。一辈子？有这么久？少爷，你也试试吧。哎，我试啥呀？没意思。今天这圣花看来是开不了了，走吧。那试试嘛，试试嘛。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你在说我吗？嗯。亏你还是我的未婚妻，居然对丈夫这么嫌弃啊！你住口！谁是你？秋水姐姐的意思是，你就不必徒劳，反正你的修为人尽皆知，就不必再多此一举了吧？哼，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今天这圣花，我还非得试试。你要想当个小丑，没人拦你。小丑？你们不是也没有人能让这圣花绽放吗？如果我是小丑，那么在场的各位都是小丑。你，哼，算了，秋水姐姐，在赵府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他是个牙尖嘴利之人，与他相知恐怕也是占不到什么便宜。总之，赌约已经立下，1个月之后，我们自然与你撇清关系。哼，你就。这青年是谁？风神如玉，好生俊朗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此人好强，我竟然看不透他的修为。若连你也看不透的话，那此人极有可能是五品大宗师。5品？可他看着这么年轻，与我等年龄相仿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看来我还差得远。没想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还有这等美人，倒是没白来啊！哇，少爷，这个男子长得好生英俊啊！切，小白脸。本宫乃是昊天帝国4皇子周杰，
初来乍到天玄城，多有打扰，还望海涵。既然是皇子，怪不得如此年轻，就这般修为。同样是老四，两人就有天壤之别。拜见皇子。拜见皇子。见过四皇子。哼。你是何人？是对本宫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做什么了？值得四皇子这般言语啊？他人知我身份，皆行了下拜之礼，你为何不动？这个傻子在干什么？非要去得罪人？我们要不要帮帮他？先等等再说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赵、飞、杨。赵飞扬是吧？本宫命你立刻下跪行礼，便既往不咎，饶恕你方才的无礼。这个四皇子还算挺大度。我不这么觉得，只觉得盛气凌人。毕竟是天皇贵胄，有几分傲气，很正常。给你跪啊？你也配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遍。众人皆知我赵家满门忠烈，身负傲骨，昊天圣主亲旨，见到皇室有不拜之权。怎么，四殿下不知道？还是说你四殿下现在比圣主还大？啊？大到都可以无视圣旨了？一派胡言！本宫并无此意。为数不多的倚仗，被他利用得淋漓尽致。他不仅牙尖嘴利，还颇有小人之姿。倘若再有几分修为，我们姐妹三人非栽到他手里不可。哼！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就是赵家那个从北疆唯一活着回来的那个废物四子。四子就四子，怎么还非得加个废物二字？我希望四殿下能重新组织一下语言，免得出来啊，别人说皇室的人不懂礼数。我懒得跟你这个废物多掰扯。诸位，本宫此番来此，是为了观看菩提圣树而来，其次是为了1个月后的武道大会做准备。届时，本宫会努力争取荡魔元帅一职，亲赴北疆除魔。连皇子都要亲赴战场，看来这次皇家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今日，本宫来到此圣地，这圣花定会为我开放。看样子真的要开了。可恶！我天玄城的圣花，竟然为一个外人而绽放。怎么会呢，秋水姐姐？他是皇族，也不算外人。你看上他了？莫要胡说，我还有婚约在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四殿下好俊的功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看来连四皇子都不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天玄城的颜面也不算那么难看。智禅长老，让我再试一次。1次不开，10次也不开，四殿下莫要徒劳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到此为止吧。诸位，就散了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们少爷还没试呢。我们所有人，包括本宫，都试过没成功。他还有这个必要？哼！怎么，你们都试完了，我就不能试了吗？今日在场之人皆能尝试，只有赵公子，老衲方才有所听闻，不如就罢了吧，免得让你失望。自讨苦吃，连智禅长老都劝他，他还不死心。估计是刚刚被秋水姐姐给刺激到了。可他说的也没错，
试试，也没什么。行，那我倒要看看他能试出什么花。智禅长老一直都是德高望重之人，受人敬仰，怎么今天反倒说了一些市井之言，忘了众生平等之心了吗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子他居然敢说智禅长老！哼，真以为自己是从北疆战场上回来的，就以为自己是英雄了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没救了，先是得罪了四皇子，现在连智禅长老都……果然是牙尖嘴利，逮着机会谁都不放过。我倒是觉得他这般谁都不买账的性格挺可爱的，只是我若说出来，他人都会觉得我有病吧。训得好，训得好啊！方才老衲唐突了，抱歉，赵公子，请。刚好可以试试自己的实力恢复了几分。哼，少爷加油！若我也无法催动，这不是搞笑了吗？到时候脸可就丢大了。哎呀，你别浪费时间了，你要试便试。是啊，别浪费时间，快点！要喷啥了？哎，真开了，真开了！开了，真的开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连灵力都没有催动，这怎么就开了？哇，少爷好棒！什么情况？前面那么多人发力都没开放，他挥手就开了。说不定咱们天玄城的几位青年豪杰，还有四皇子周杰，在刚刚已经将圣果催动的即将成熟，让这小子捡了大漏。恭喜赵公子，菩提圣花为你而开，你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光明。不到这好东西，说给就给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居然给个丫鬟，她还挺大方的。这圣果太漂亮了，但我不敢要，这个太贵重了。要不送给三位少夫人吧？我才不稀罕他的东西。我倒是稀罕，但恐怕他也不会给我。也行啊，不过他们有3个人，而我只给了你1颗，这要怎么分呢？那我喜欢白芷姐姐，我送给白芷姐姐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就送我了。既然川儿执意要给你，那你就收着。谢谢赵公子。
谢谢春儿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这个给你，就算要送少夫人，也轮不到你来送啊。可这是明亮。白芷妹妹，恭喜你得到圣果莲子。是啊，真是幸煞我等啊！二位姐姐，我愿将这圣果与你二人同享。算了吧，既然给你，就好好收着吧。当然被摔着了。少爷，你说你有了圣果之后，你会不会变得超级厉害？那我不知道，但是老爷子一定会超级的羡慕嫉妒。我好开心啊，少爷。春儿，你先回家去，我马上回来。为啥呀？小丫头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我想解手，行不行？快走！那你快点啊！出来吧。修为不高，感知力倒不弱，还很善良。让你的小丫鬟先行逃走，还真是一个好人。我是好人，那你就一定是坏人喽？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不反对。我倒是有点舍不得杀你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别挣扎，我让你死得轻松一点。那你想杀我，是不是总得有个理由啊？好，让你做个明白过，只要你死了，你那个外来的武帝就能上位了。赵恒，理由你已经知道了，现在你可以安心上路了吧？打完收工，可惜了，他身上那几颗圣果。什么情况？当然是救你们，畜生！二位姐姐，我觉得赵飞扬拿那么多莲子，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回去，万一遇到有歹心之人，加之他的修为又低，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与我等何干？难不成还要我护送他回去？罢了，秋水姐姐，赵飞扬此番行径，倘若我们与他一般见识，岂不是显得我们太过于小人了？算他走运。你们几个救我，没搞错吧？若不是白芷妹妹求情，我们才懒得救你。哎，我哟，还在我面前送了3个小美人啊，3个大武师，1个宗师，有意思。你们是觉得人多就会很安全吗？竟然是大宗师！现在知道怕了。郑成没有机会和大宗师交手呢。狂妄，满足你！你们几个小姑娘家的就不想死就离远点。那你们慢慢打，我走了。你，我咋了？你们3个打1个已经够公平了。走了。果然是个软骨头。你们聊完了吗？
一般都是英雄救美，你们却美救英雄。啊不，那个小子顶多是个狗熊。想不到陈秋水居然会温了那种废物。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天玄城第一美女是什么味道？让我来尝尝看。喂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浑身修为竟然被镇压，完全爆发不出来，见鬼了！3个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你也下得去手？王八蛋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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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没事吧？怎么不说话？定身术。没事吧？奴家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哎呦，抱歉抱歉，我扶你起来。抱歉。没事，是奴家自己不小心。没事就好。好了，他们已经得到了莲子的治疗，应该没什么大事儿，很快就会醒过来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啊。飞扬哥哥，倒也不能厚此薄彼，虽然你没受什么太重的伤，不过见者有份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我记得我们刚刚受到了重创，晕倒了。可是我怎么感受不到一点疼痛呢？而且我的修为，我竟然突破3品巅峰了！我白芷有可能成为一名宗师了。我原本刚突破宗师，境界不稳，
可现在境界却完全稳定了下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那位大宗师呢？他刚刚不是击败了我们吗？怎么消失了？秋水姐姐，是这样的，方才那位大宗师将要动手之时，会有一绝世高人出现，他将之击败，救了我们。真是老天庇佑！没想到我们天玄城竟然还有这等高人。是啊，让我们捡回了一条命。抱歉，秋水姐姐，白芷妹妹，我虽然号称天玄城第一美人，但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比我差。若你们知道赵飞扬如此超绝，必然……希望你们不要怪我自私。可我们的修为是怎么回事？还有我们的伤势，竟然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是方才那高人打败了大宗师之后，还将自己的灵力传输给了你们，为你们疗伤。或许是刚才疗伤之际，还有一部分灵力残留在你们体内，所以你们现在的修为才大有提升的吧？如此这般，倒也说得通了。嫣然妹妹，那你可有问过高人名号，身居何处？这个，我当时一时太激动，就给忘了。忘了？那你可记得高人的容貌？高人，高人戴着面具。如此，那就毫无头绪了。怎么觉得嫣然姐姐有事情瞒着呀？你这是做甚？对不起，二位姐姐，今日是我硬拉着你们过来，这才……切莫自责，若没有这一遭，我们也不会有这般机缘。怪就怪赵飞扬那个混蛋，真是猪狗不如。我们三人舍命救他，他竟然逃之夭夭。可恶！下次见面，我定狠狠教训他一番。可是，最开始我们就是打算让他跑的呀。算了，反正我们现在都没事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话虽如此，可他真的不配当个男人。这种人，白芷妹妹，你还没有看清他吗？我承认，最开始我是高看他了，但是今日这般举措让我对他彻底失望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对赵家，对赵飞扬，没有半点期许。是啊，这赵飞扬他怎么这样子？我恨死他了。够了，不要再提那个废物畜生。婚约的人情，我们今日救他一命，便不欠他们赵家什么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三姐妹同气连枝，齐心协力，早晚会登上天武大陆的武道巅峰，未来必会与救我们的那位高人相见。武帝在呢。你怎么还……我当然没死。什么死的活的啊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恒儿，参有。武帝今日的态度，怎么相比之前好多了？都知道叫四哥了呀。之前是武帝不懂事，还望四哥不要怪罪。飞扬，你这当兄长的就多担待担待。晚上你和你五弟一块吃顿饭，喝顿酒，叙叙旧。好啊，1年多没跟武帝唠了，是该叙叙旧了。
啊，对了，听说武帝带了位大宗师来到咱们赵家，一会儿一起带他过来呗。我想拜会拜会。是啊，一会儿把庄大师也一起叫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叫他。你看看人家恒儿，17岁就单枪匹马闯大陆，年纪轻轻的就有大宗师朋友，前途定然不可限量。你呢，就跟人家多学习学习，啊！我学他？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很厉害的好不好？我干嘛要学他？你厉害？哎呀，你厉害！那陈百里3家的姑娘能排着队轮着番的上咱家来退婚吗？啊？那是他们不够了解我。如果他们足够了解我的话，他们都会抢着要嫁给我。哎呦呦呦呦！还抢着要你！别说是3个姑娘，那就是有1个能正眼的看看你，爹呀，做梦都会笑醒。那您就等着做梦笑醒吧。哎，嘿嘿，你个臭小子！殿下，为何如此动怒啊？是不是红兵有何招待不周之处啊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本宫遇到一个让我非常不爽的人。殿下言重了，这天玄城谁干惹您不爽啊？那不是活腻了吗？赵飞扬，赵飞扬，这赵飞扬谁人不知啊？他就是天玄城第1废材。殿下初入天玄城，怎么会被这种废物所气到啊？废物确实是废物，但依旧让本宫很不爽。有没有办法可以收拾他？这北疆魔族异动，赵家3子皆战死北疆，却只有这一个窝囊废活着回来。你说本宫是不是完全有理由可以怀疑他勾结魔族，亦或是出卖同胞方且苟活一命？否则就凭他如何活着回来？殿下，这个罪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大吗？这赵钦怎么没把儿子管好，惹到这么一尊大神？啊，很大。这在我们昊天帝国，历来对这种事情都是零容忍，轻则只斩赵飞扬1人，重则他们整个赵家都得。殿下，您不至于吧？大胆！你一个区区的天玄城城主，竟敢质疑本宫？卑职不敢。副主亲旨，命我前来天玄城组建荡魔军队，之前当着天玄城众人，这个废物扫我颜面，此威不利。你让本宫以后如何指挥着荡魔队伍？殿下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所以，本宫就要拿着赵家开刀。李城主，你只要好生配合便是。殿下，且听我一言。这赵飞扬虽然人人都嫌弃，但是赵家满门忠骨，如若我们动止的话，恐怕会引起……怕什么？名正言顺，你还怕他造反不成？是。李城主，你只要好生配合，待本宫组建队伍，平息北疆之后，你便是首功之臣。届时，我便向副主请旨，封你做我昊天帝国南线以下16城的城主。狱主，此话当真？当然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多谢殿下，多谢殿下。这家伙到底死哪儿去了？让你去杀了那个废物，这个废物都回来了，你人呢？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哎。
少爷，今天天气微凉，小心着凉啊。这点微末寒夜，跟北疆的相比，不值一提。少爷，您还要去北疆啊？大概吧。少爷，四爷出事了。哟，这么多人来光顾我们赵家呀？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回避一下。赵飞扬在此，速速将其拿下！爷们，赵琴，你想作甚？城主大人，此事尚有不清不白之处，切不可轻易拿人。你四子赵飞扬本就是北疆逃兵，现如今却勾结魔族，伤害同胞，拿他理所应当。余下之事待审问清楚，再做定夺。我的儿子绝不可能勾结魔族，更不可能出卖同胞。赵琴，这可不是你一面之词说了算的。飞扬虽然修为低了一些，但他的内心还是正直善良的人，绝不可能做出如此不堪之事。我赵琴愿用性命担保。赵琴，你可不要执迷不悟。今天只是拿他赵飞扬一人，若你再阻拦，你们整个赵家将不能幸免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你什么你？义父，赵琴，你想造反不成？息怒，先以大局为重。这次看来老天都在帮我。四哥啊，四哥，你玩完了。哼，爹，城主只是想带我回去调查一下，您不用那么激动，没事的啊。可是。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赵家？为什么？义父，爹，您放心，四哥他一定会安然回来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初儿，立刻去请萧大师。好。小姐，那赵家赵飞扬被城主府以叛逃之罪给抓了。什么？这个混蛋，竟然惹出这般事端。虽说他确实该死，但若坐实，恐怕在劫难逃。我们还能帮他什么吗？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毕竟这种事情牵扯的话题过于敏感。赵飞扬并非凡人，若他自身都无法摆脱桎梏，我们相助也是徒劳。虽然我们确实帮不上什么忙，但赵家满门忠国却遭受如此不公平对待，就算是打抱不平，我等天玄城的青年也不应该坐视不理。可怜了赵父，丧失了三子，连着老四爷。走吧。退下。是。赵飞扬啊，赵飞扬，你说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怎么就不知道低调一点呢？听城主这话的意思，我是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吗？真是聪明过人呐，赵飞扬。原来是四皇子殿下，那这一切就说得通。本宫也并非是心胸狭隘之人，只不过是你确实太讨厌了。加之本宫要在天玄城立威，就只能拿你来开刀了。赵琴，命你们速速离开，否则我也立刻将你拿下。
我等只是关心我四哥的动向，你凭什么把我们拿下？此乃城主府，尔等聚集在此地，分明就是想闹事。张鹤龄，你我相识已经多年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正在接受城主的亲自审讯吧。审讯？飞扬他身子骨弱，怎么受得住审讯？但是义父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您先别急，如果四哥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的话，我相信城主会给他一个说法的。萧大师，闪开！萧大师，你这是何意？莫非要擅闯城主府？我不想重复我刚才的话。让还是不让？张鹤龄，你赶紧让开，不然我和萧大师就要强闯进去。萧大师，赵琴，我劝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。城主府的护庭大阵，加之我们护城卫，你们就是想闯，也没那么简单。还有我等。三位侄女，你们竟然……赵师伯，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打抱不平而已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是要弄死我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要弄死你，我是要你整个赵家都为你陪葬。哦，那我想确认一件事儿，这件事是你的主意，还是你们皇室下的命令？笑话，我的主意，不就是我昊天皇室的主意吗？啊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你还好什么？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？因为若要动我赵家是皇室的意思啊，那我恐怕就要灭掉整个皇族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赵飞扬，你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？哎呀，而现在只需要灭掉你就行。你刚才那道雷电为什么这么强？我4品修为，我4品修为都没抵挡住。你说啊，一个在皇室没权没势的皇子，居然敢跑到天玄城来刷存在感搞事儿？你一个天玄城的城主，好歹也算天玄城的老大，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骗啊？臊！我也没办法呀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城主。赵公子，你不杀我吧？赵公子，赵公子，赵公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既然你没死，我也懒得杀你。好，只不过这皇子回去之后，肯定要鼓动皇室的人来找我们天玄城的麻烦，咱们天玄城的厄运马上就开始了。哎，赵公子，你之前就不应该得罪那样的小人。你也知道他是小人。哎呀，小人小人！但是就算我不得罪他，也会有其他人得罪你呀。哎，我明白了，从今后我和天玄城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。发型好帅。赵公子，请。请。突如其来的雷霆之声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飞扬出事了？啊！赵公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次没有招待好。好说好说，下一次一定好好招待。哟，都在呢。
瞪着我干嘛？回家了。你慢走啊，赵公子！你小子，这，哎呀！飞扬，你说，你和城主李鸿宾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发生什么。他就是很客气的请我过去喝了杯茶，然后又很客气的把我送了出来。你们大家不都也看到了？请你喝了一杯茶？那为什么会派护城卫到咱们家来请呢？那估计是因为咱们赵家满门忠骨，所以就正式了一点。有道理，原来是请飞扬去喝了一杯茶，我还以为会发生什么事呢。啊，今日啊，还要感谢3位侄女，还有萧大师。没事就好，用不着谢。见外了，赵师伯同样无需多礼。倒是赵飞扬你，我希望你能成熟一点，少让赵师伯担心。媳妇儿教训的极是。你说什么？谁是你媳妇？你呀。你该不会以为今日我等来助你，你就认为我们关心你，想要嫁给你吧？告诉你，别做梦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多不满？因为你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。恶心？我做啥了？你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做啥了？我做啥了？做啥了？还好我及时走了，不然我都快忍不住当他爹的面教训他，样子实在欠揍。这可是赵家，使不得。谁让这个家伙当初丢下我们独自逃生，还一副什么都不知情的样子，真是令人火大。加上今日我们3个再次去救他，结果这家伙竟然连谢字都不提，实在过分。罢了罢了，我们就不提他了。今日我做东，我请姐妹们去吃湖边的涮白肉。洲际白肉是吧？对，不错。走，姐姐，最近我和2位姐姐待了好久，加之武道大会在即，我也想好好准备一下，所以我就不去了。白芷妹妹也要参加武道大会？那是自然，我现在到了大武师后期，这手上还有圣果莲子，若是有机遇，说不定还能冲击宗师。原本以为我会拥有1位异性姐妹，没想到我会拥有1位强力的对手。谢谢2位姐姐近来对我的照顾。武道大会对我来说，或许是一次机会，是一次光复白家的机会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既然白芷妹妹有这般干劲，那咱们也不能闲着。嫣然妹妹，咱们武道大会再见。这些女人的心都在事业上，而我的心却在……李姑娘，李姑娘，李姑娘，请留步。原来是5公子。5公子有何事？你看，这是我在万寿谷历练的时候击杀魔兽获得的兽核。这品级虽然不高，但是其中蕴含的灵力可是不容小觑，而且十分好看，送给你。这恐怕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给你的小礼物就收着。还是算了吧，毕竟我和赵家还有……你和赵家的婚约是吧？我那4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想必你心里也清楚。而且未来的时间还长，会发生什么，谁又能知道？可我觉得你4哥的德行还挺好的。李姑娘，你没搞错吧？我4哥他是个废物，那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赵公子，他这个人，你既觉得自己是赵家的一员，
又为何如此诋毁自己的四哥？你的此番行径，又算什么德行？哎，飞扬，为了不让你受训无聊，我让恒儿来给你当陪练。不错，虽然只是3品大武师，却拥有千金之力。看来日常在打熬筋骨上面相当努力。这气力是修行者的根本，若无气力的话，不管是剑招还是武技，都是徒有其形罢了。四哥，该你了。现在重量已经降到300斤了，试试。没想到上一世修炼100年的我，现在竟然要从基础的打熬气力开始。看来是时候找找遗失已久的初心了。哎，300斤搬不动，150斤还差不多。你要不再减减？四哥，这300斤都搬不动，你恐怕是难了。是啊，难，跟武帝比起来，四哥菜。气力2字，气在前，所以呼吸最为关键。你要将吸入的空气尽可能存入你的胸腔。灵气存在于世间万物，你呼吸的空气中也会有稀薄的灵气，所以你要将气通过你的胸腔传入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肉。记住，呼吸吐纳得当，能让你的气更加充沛，你的力量自然会上升。原来如此，看来飞太久的人，把怎么走路都给忘了。好，我再试试。少爷加油！还是不行，我尽力了。四哥，你这样也太让萧大师失望了吧？没有失望，你做得很好。休息一会儿，继续训练。好啊。这废物是什么香包吗？今日一练，简直让我梦回100年前。原来这就是找回初心的感觉。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，你已经有300斤力了，明天再继续。明天还练？我浑身骨头都快散架。我练。没关系，我来给你治疗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当然是疗伤啊。不是，疗什么伤？这个石阶碧波潭的水可寒着呢。但冷水能缓解你肌肉的酸痛，再加上我特殊的配方，你能吸收得更快。特殊配方？居然是上品的龙骨粉。龙骨粉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修炼背景下，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居然就这么给我用了，有点被感动了。你秀什么？你刚才往水里撒的那个东西，应该很贵重吧？浪费在我一个废物身上做什么？身外之物罢了，有什么贵重的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未来的师傅，为你付出点东西也是应该的。你只管好好锻炼，以后有。武道大会之前，你一定能。
又被感动了。好了，继续泡着吧，会好受点。哎，你把衣服脱了，穿着衣服会影响药效的吸收。我没劲儿脱啊，300多斤呢。我来帮你。哎，别，肖大师，男女有别啊，我还是……别什么别，我大你8岁有余，你在我眼里不过是孩童罢了。我真的不是孩童，我已经很大了。废什么话，浪费时间。可恶，刚才太丢人了，必须得报仇。好了，大男人害羞什么？你现在试着运转灵力，顺着碧波潭寒泉的寒流，将药效透入筋骨之中吸收。我的天哪！我刚说完他就做到了，可怕！感觉他是修行许久的老怪物一样。我若有一枚9转灵丹的话，便能为他重塑丹田，那时他才能真正意义上在武道站稳脚跟。只是这9转灵丹的材料是何其的难得。我这副身体似乎确实强壮了几分。不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体质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，成为武者指日可待。肖大师啊，我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什么？我想请你洗个澡。肖大师啊，跟你开个玩笑，这里面还挺舒服的，你也进来泡一会儿。少爷，你昨天干啥去了呀？这眼睛怎么弄的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少打。哎，儿子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，跑什么呀你？哎，春儿，肖大师昨天说今天还要继续呢，这怎么人还没来呀？我看这肖大师也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呀？昨天晚上，肖大师带着这小子出去疗伤以后，发生了啥？副主，孩儿，参见副主。副主，孩儿此番前往天玄城，本想组建一支荡魔队伍，结果那些刁民不服管教，还伤了我，根本没把我们皇室放在眼里啊！放肆！天玄城虽然是南县小城，但自古昊天帝国任何地方有难，都不用特意宣召，他们都会第一时间集结兵马前去抵御灾害。数月前，北疆荡魔更是贡献了不小的战力。我还听说，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武道大会了，为的就是选拔荡魔队伍的主持人。而你竟然在这个地方搞事！副主，我只是是不是还假借我的名义，说要在天玄城搞一番事业？啊！你真的是没有愧对你的名号啊！真是个废物！为什么？别人背后议论我是个废物也就算了，副主你也这么说，我可是您的亲儿子啊！你也知道你是我亲生儿子，你的2个哥哥1个姐姐，哪个不是傲绝一方的巨擘？可你呢，真是废得令我心碎呀！副主，您若嫌弃我，您不如杀了我好了。哼，又要用这种卖惨的惯用伎俩了吗？我认真的。罢了。
怕天玄城再怎么忠君爱国，也不过是弹丸之地。几十年内不会出现什么有用的人才，而你可是皇子啊，居然被欺负得这么惨，真是丢人！孩儿确实给皇族丢脸了，但是府主，您得帮帮我呀！你去找南县的狱主葛洪吧，让他帮你找回点面子。天玄城大魔队伍选拔一事，我也正式交给你，这样你名正言顺，又有大将可用。小小的一个天玄城，应该能镇得住了吧？能，一定镇得住。府主，您且放心，此番孩儿去，定能完成一番大事业。行了，滚吧！孩儿告退。赵飞扬是吧？三番两次让我颜面无存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白姑娘，不好意思呀，这个老宅子呀，常年没有人维修，所以呀，破落了点。刘老板，这是500灵石，还望您归还房契。500灵石是之前的价格，现在呀，恐怕至少要1000灵石了。你说什么？1000灵石？哎呀，白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之前北疆战乱，天玄城好多二男都出兵打仗去了，这导致啊，房屋店铺都通缩了不少。可这现在几个月过去了，市场逐渐回暖。之前您咨询价格，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儿了，这个价格呀，必然是有所浮动。可翻了1倍啊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这500灵石都凑了数年，再500，我从何觅得？要不，白姑娘您看，要不要多考虑一下？哎，或者说您身上有什么值当的东西？我听说您好像有一颗圣果莲子，这个东西可是修行之人的大补之物啊，价值最少也值500灵石。如果您肯割爱的话，我这就把房契给您。白姑娘，如今这个市场行情变化，那一天一个价，今天是这个价格，明天那可就不一定了啊。到时候再涨了的话，您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可是，哎呀，白姑娘，跟您实话实说啊，你们家这个老宅子，这2天其实看的人挺多的。如果被人先买了去，这您可就太遗憾了。那好吧，那我给。别人买就买呗，一套破宅子有什么好遗憾的？你是赵飞扬？我们买东西关你什么事儿？他这莲子就是我送的，你说关不关我事儿？可你就送出去了呀！莫不是赵公子后悔了，要把东西要回去？之前我还觉得你是个有志之士，可自从上次独自逃走，却让人大失所望。送别人的东西能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我只是不想看你为了这破宅子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浪费掉。什么破宅子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这个老祖宅对于白姑娘来说，那是意义非凡。是的，我爷爷奶奶、父母，还有我小时候，都生活在这个宅子里。这个宅子对我来说确实意义非凡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想赎回它。哪怕是被人宰、被人坑。赵公子啊，您说话可得注意点。我和白姑娘买卖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插什么嘴啊？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你！我和他可是有婚约在呢，他也算得上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说我管得宽不宽？行，但是买卖人是白姑娘和我。白姑娘，你到底买不买？您要是不买，我可就走了。我买。那灵石和莲子就赶紧拿过来吧，我这就把房契给您。哎，白姑娘，你说你的爷爷奶奶还有父母都曾经住在这里，这里对你来说意义非凡。可是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，那你还住在这里做什么？至少
还能找回回忆。回忆都是存活在人脑海里的，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，没有家人的地方，这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宅子。你花远超这房子价值的钱，去买一个已经破烂不堪的回忆，你真的觉得有意义吗？你说的确实对，但我还是想买。这个人明显在坑你，看我的。那就买。不过最多300零食，已经是这房子的极限价值了，多1分我们都不要。什么300是极限价值？我告诉你，宅子在我手里头，我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。那你慢慢卖吧。你觉得除了白姑娘，还有谁会买这死了一家13口的凶宅？是啊，除了我会买这个宅子，也没有人想买这个宅子了。罢了，我也不要这个伤心之地了。明智的决定。拿着你的500零食，天玄城其他的地段随便挑，而且都是拎包入住。这破房子回来还得装修，还得花不少钱。走。别！那个白姑娘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您今天来买，我才带着房契来的。可是之前是500两，你毁约了，所以我不要了，您自己留着吧。哎呦，好说好说，我现在就卖给您500，行吗？250。哎，250？您刚才还说值300呢。250钱多啊，那就200。哎，别！250就250吧。赵公子啊，真的没有再少的空间了。我持有多年，都倒赔50零食了已经。您就不要再看了啊！我的这个心脏受不了。那这就要看白姑娘的意思了。成交。多谢赵公子今日出手相助，不然我肯定要被狠狠地宰一顿。跟我还说这些可就见外了啊！赵公子，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，我和秋水姐姐的想法一致，我们的婚事想必不会这么轻易就答应。今日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只不过不会因为这件小事就……一时3口人，报仇雪恨。我这身体没有丹田，修炼起来实在费劲。但若能炼制出9转灵丹，便能重塑丹田。据说通天塔内33层以上有丹火，这是炼制出9转灵丹的先行条件。我得想办法取得丹火，再做打算。没想到那日在竹林，竟然是王兄出手相救。秋水，感激不尽。不必客气，你我都是天玄城的人，见你有难，我岂能不救？对了，王兄，那日你出手相救，为何不跟我相见之后再离开，害我苦寻许久，一直对救命恩人心心念念。哦，那日我有要事在身，我见你已无大碍，所以便先行离开了。之后我便一直在闭关，这不出来了就来找你了吗？原来如此，都怪那赵飞扬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我们拼命救下他，他竟然转头逃跑。若不是有王兄出手相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赵飞扬那个废物，在战场上只想着逃跑的人，你还指望他有什么作为啊？也是，可恨，我居然跟这种家伙绑有婚约。你和他的婚约本就不对等，找个理由退掉便是了。他若是不肯，我亲自替你去赵家理论。秋水妹妹，你乃天玄城天之娇女，怎么能被这样的人给束缚了呀？算了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就不劳王兄插手了。赵飞扬，陈秋水，还有这位赵公子，你这记性真是不太好。我乃你3个哥哥北疆的统领王辉，要说起来，你也是我足下小将。哦，原来是王先锋啊！是将是将，你那3个哥哥呀，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，他们的死为我军可是争取了大好时机啊。可惜了，冲动了些。非要死守那守不住的隘口，不然也不会全部战死。不是你下令让他们死守的吗？战场上瞬息万变，谁都无法预料敌人会反扑的那么猛，你在怪我？我小兵一个，哪敢呢，先锋？赵飞扬，战场之上瞬息万变，王兄作为将领，须为大局考虑，你莫多心。还是秋水妹妹善解人意。这次武道大会，我必定会再次位列将领。到时候我定会向魔族复仇，让他们见识见识我天玄城真正的男子气概。我也会努力成为一名将领，争取与王兄并肩作战。好，以秋水妹妹的天赋，那必定是先锋以上的大将。但愿如此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要进通天塔了。你独自一人闯通天塔，你想死是吗？光是前3层关押的妖兽，就不是你能抵挡得了的。通天塔的确是修炼圣地，不过就以你的修为，那就不容你们2位多心了。哦，我先来的，你们俩后面排队去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要不是看在你是赵家独子的份上，我才懒得在意你的性命。你若想继续历练，可以跟我和王兄组队，得到的资源可以分你一份。秋水妹妹，你通天塔多少层？19。我21层，我可以直接带你从21层进入，但是21层万分凶险，你若是想带着他，赵飞扬，你不如就在1层逛逛算了。虽然1层没什么好东西，但是不至于丢了性命。这……对呀，倒是忘了，我没有通天塔的记录。如果现在去，得1层1层的刷，啥时候才能刷到33层？和他们组队很明智。对，该组队。咱们就去21层。我呢，从小跑得就快。算了，今天就便宜你了。我们从18层开始，可以确保你万无一失。你得到一些资源以后，自行离开，听到没有？去21层真的可以的。你人心不足蛇吞象嘛。秋水妹妹不计前嫌愿意带你，你还是闭嘴吧。2位长老大人，弟子陈秋水请求闯塔。几位小友可都是来闯塔的吗？上几层了？18。18。哎呦，弟弟啊，你看现在的小姑娘打扮的都这么成熟的吗？哼，天天，你抢什么呢？人家说的是18层啊！哎呦，误会，我还以为你18岁呢。那切莫贪恋，量力而行。在闯塔之前，我等还有一件东西需要交给你。弟弟长老，咱们拿出来吧。此玉简，你们务必收好。要想退出，3人肢体相触，捏碎玉简，便能一起全身而退。弟子明白。开！
乃是玄甲武魂，击杀他们，能有机会拾到上好的精铁。哎，你若运气好能得到精铁，可以带出去打一件上好的精铁武器，免得出门在外连个像样的武器都没有。居然还知道为我考虑，你人还怪好。加油！这个鬼地方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脑建的啊！阵法居然能够连通灵脉，这灵怪被打完之后还能够复原，无限次循环使用。想法大胆又前卫。他能自起来逛街呢！这个废物，你还指望他做什么？这鬼地方的设计，要通关才能开启下一层。哎，阵法有点高明啊。不过好在我上辈子见多识广，应该能解开。成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先走啦，再见。怎么回事？大人呢？应该被阵法吸到了下一层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击杀灵体之前，阵法不是不会启动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阵法出现了混乱。他连武者都不是，独自传送到第19层，又没有退出御姐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王兄，我们速度加快！以他的修为，10息都坚持不了，我们再快也无济于事。不行，他不能死在这里，他是我带进来的。他若死在这通天塔之内，他人还以为我陈秋水为了脱困不择手段，将他陷害死在这里。真是个麻烦。我去，丹火呢？看样子是刚刚被抽走的。哪位大神干的？能刷到33层，修为恐怕不是一般的猛，居然快我一步。哎，这丹火7年才重聚一次，这副身体再过7年，就算拿到丹田也没什么用了。这把秋水，25层不是我们能够抵挡的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他说不定早死了，我们犯不着为了他搭上性命啊！赵飞扬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条过山峰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？他已变了，秋水，快一催御姐！秋水，小心！秋水，秋水，这就去找人救你。哎，这是……终于拿到丹火！哎呀，真不愧是萧大师啊，居然凭一己之力
就突破了33层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5品修为刷到了33层，100年来唯一人。多谢二位前辈赞许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实力为尊，对，您才是我等的前辈呀。你看看，萧大师走了，你把他吓跑了。你刚才的样子很猥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才猥琐呢！你猥琐！你才猥琐呢！我猥琐！你当然猥琐了！萧友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与你同行的不是还有2位吗？我们在25层发生了异变，恐怕啊，那这秋水，可怜的陈秋水呀！一招天才，竟然陨落于这通天塔中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这通天塔的确是修炼之圣地，但也吞噬了太多鲜活的生命啊。那可不是。2位能前去相救吗？恐怕还来得及。这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小友，我等只允许守塔，而不能干预塔里的任何事务。是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呀，从来不曾闯塔。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到达塔内的任何一层。这件事情，爱莫能助啊！爱莫能助。赵飞扬呢？真是2个倒霉鬼。哎，慢着！你要走啊？等闯塔之人没了生命体征之后，便会传送出去。到时候啊，需要你替他们收尸，替他们俩收尸。我得把责任推给赵飞扬，不然陈家迁怒于我，得不偿失。此时还让他家人来。你他就走了，太没劲，不讲义气。那我陈秋水将命丧于此。可恶！我苦练武道多年，还没来得及除魔卫道，就要跌落于此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以你的修为，居然敢来到25层，胆子还不小。该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哎，王辉呢？关键时刻丢下你跑了吧？你这个女人，嘴巴虽然臭了点，不过心却不坏。算了，本大爷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伯母，都怪这个赵飞扬，是他强行要与我们组队，是他害死了秋水妹妹，也怪我没有拦住，才会发生了此事。如果我秋水在里面有任何闪失的话，那个赵飞扬给他天命都不够！我要让整个赵家给我陪葬！使不得呀，伯母，赵家在天玄城他是有些地位的，此事我们还得从长计议啊。他赵家有地位，怎么了？我陈家就要咽下这口恶气吗？要不是他仗着婚约3番5次来纠缠的话，我们秋水何至于此啊！伯母，我怎么办？伯母，身体啊！哟，二位跳舞呢？什么情况？他怎么还活着？还把秋水救了？你放开手！啊？哦，嘿嘿，秋水，你让开！别激动，他没什么事儿。秋水，秋水，秋水，见到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我出塔之后便一直在想办法救你。你如果真的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怕释怀了。我这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不是被困在25层吗？难道是他？
不愧是义父，这棋艺高超，我算是怎么也追不上。哼，你小子还嫩了点儿，还要多练。就说你四哥这个人吧，我好不容易把萧大师请来教他练武，也不知他怎么招惹了萧大师，现在人家不来了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义父呀，你也别生气，四哥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，不如这样，有机会的话，我陪四哥练练。你？我看行，那等他回来，我跟他说一声啊。你要聊啥呢？啊？我怎么听着好像在聊我呀？是不是说我坏话？四哥，我和义父怎么可能在背后说你坏话呢？就是说你坏话呢。你说说你到底怎么招惹萧大师了？这几天是人也不来，信儿也没有。萧大师嘛，大概率萧大师以后是不会再来咱们赵家了。我平时要是再严苛一些，你也不至于此。我踢死你！你还躲你？哎，义父，我救你！行，我也是看明白了啊，他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大作为。即日之后的武道大会，你也不用再参加了，省得去丢人。我赶紧给你物色一下，你就随便找个姑娘，赶紧结婚生子。你现在的唯一作用呢，就是给咱们赵家传宗接代。找媳妇儿还用得着你物色？我仨未婚妻呢，个个貌美如花。你仨未婚妻呢？他们一个比一个优秀。你等武道大会结束后，他们又会一个一个的到咱们家来退婚。话不能说太死。他们如果都看上我呢？都看上你？哎呀，别说是3个，就是有1个看上你，能正眼看你一眼，那我也跟你姓。你本来就跟我姓。那你就是我爹。老爷，李嫣然李小姐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说是送东西给四爷。不会是来送退婚书的吧？哎呀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把老爹的脸都丢尽了你！哎呀！请。赵公子，别来无恙。李姑娘，别来无恙。今日来光顾寒舍，是何故啊？这是赤炼果，乃是修炼九转灵丹的材料。我听说它可以帮助武者重聚丹田。虽然说它只是材料的1/9，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帮得上你。赤炼果，9品药材，这可是李家的传家宝啊！李家侄女，你为了退婚，这代价也太大了啊！李姑娘，我爹有点丢人了。哎，姑娘别见笑啊。赵伯伯，我只是来送个东西。没有别的意思。这未免也太珍贵了。贵重倒是不贵重，主要是，反正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啊？一家人了？老爷，当中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快掐我2下！老爷。我哪敢掐您呢？我也觉得是在做梦，真的。老爷，您刚才好像跟少爷打赌来着。我？
你呀，还人格魅力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啊，这天玄城随便拉出个人来，都能喊你一声废物。这恬不知耻的还说人格魅力，哎呦，你不害臊，那爹都替你害臊了。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不对，你是不是和别人合起伙来演戏，逗你老爹开心呢？啊，不行，我得去问问李家姑娘去。哎，老爷，太丢脸，去不得。哦，对。哎，小子，今天呢，算是让爹对你刮目相看了。但是萧大师的事没完，你得把他请回来。知道了，我想想办法。真是恭喜四哥了，四哥，看来我就快有嫂子了。五弟呀，什么时候你也能给我找个弟妹，带回咱们赵家来，一起凑凑热闹。弟妹就算了吧，还没遇到合适的。对了，义父，咱们先前不是说萧大师回来之前，我陪四哥先练练吗？今天正好都在，要不……哎呀，算了，明天就要报名了，临时抱佛脚又有什么用呢？再说，我也不想让他再上战场了。武道大会的最终目的，就是为荡魔队伍挑选将领。咱们赵家为昊天帝国付出的已经太多了。飞扬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娶妻生子，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呀。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但是这一次也就没有必要了吧？你说呢，飞扬？爹，北疆我是肯定要去的。你万一有什么闪壮志，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开练吧。五弟给我当陪练，没必要吧？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你想，你要现在多学一分，那在战场上就多一分自保的能力啊，对不对？明天开始练习。既然爹都这么说了，练。好，看我明天不整死你这个废物！时间紧迫。我没法像萧大师那样从头开始，四哥，我准备用实战的方式来训练你。老爷，这实战是不是太危险了？恒儿啊，你小心别伤着你四哥就行，其他的你看着办。有必要这样吗？当然有必要，实战是训练的最好方式。四哥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到你的。我不怕。我只是什么？你个臭小子，昨天还说漂亮话，今天怎么着？怂了？哼，我才没怂，我只是怕打击到五弟。哼，打击到我？四哥放心，我不会像萧大师那样嫌弃你笨的。咱们毕竟是兄弟，我会很有耐心的。此剑名为鲸羽，乃是天山寒铁所铸。出剑时如冰凌霜，挥剑时剑气带动着彻骨的寒意。四哥，你若是待会儿承受不住大寒指，我便立刻停止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若不是顾及你和父亲有10年父子情，我也不会留你这豺狼一命。不过适当的给你一个教训，
让你清醒清醒也是好事。那，哼，此剑大铁剑一把，出剑时嗡嗡作响，随时要断；挥剑时伴随着铁屑铁锈一大把。待会儿武帝若是受不了，喊四哥。都给我住手！为何如此？恒儿，你过了，过了啊！啊，我过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是他过了吧？抱歉，义父。方才我感觉到你使用了十足的浑厚灵力，你四哥连武者都不是，你这样做实属不该。我要是不用灵力，我现在就死了。赵飞扬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刚才是错觉吗？幻觉吗？对，他明明连武者都不是。孩儿只是一时失手，幸好没有造成太大的祸患。罢了，没关系。哎，飞扬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啊。武帝，还接着练吗？不了。怎么不了呢？刚刚不是你吵着要帮我练的吗？我突然身体有点不适，想先回去休息一下。你不舒服？哪儿不舒服？要不要找个郎中看看？不用。义父，四哥，我先告辞了。好好休息。好好休息啊。飞扬，你真的决定今晚要去报名吗？爹，我已经做了决定，便不会变。你真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吗？是的。好吧，爹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大家都贬低你、白眼你，爹呢也有时候嫌弃你，可是这并不是爹的本意呀。好了，爹，怎么突然说这么肉麻的话？都不像你的风格了。哎，当爹的就不能给儿子吐露心声，说说心里话吗？能。
其实什么荣誉呀、功勋呀，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爹能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孩儿知道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我居然被赵飞燕吓成这样，真是太丢人了。我的鲸鱼，我的鲸鱼啊！赵飞扬！白芷妹妹，天然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秋水姐姐。走吧。天然妹妹，这是在找谁？我在找飞扬。赵飞扬？他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小命，赵家现在就剩他一个独苗，他怎么还敢上前线？且不说他自己贪生怕死，就算是他爹赵琴，也不会放他。但我总觉得他还是会来的。那你的感觉一定是错的。为什么总觉得嫣然似乎很在意赵飞扬？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秋水妹妹是在等我吗？不是，嫣然在等赵飞扬。赵飞扬，他来做什么？参见殿下，参见御主。诸位，此次天玄城武道大会，我昊天皇室已然知晓，副主特命我以及葛御主前来压场，尔等切勿多想，照常比试便是。是，殿下。没想到这搅屎棍四皇子居然这么快就卷土重来，而且还有南邪御主葛洪跟随。看来赵飞扬的担心还是发生了。赵飞扬是不敢来了吗？等大会结束，我亲自上你赵家理会，报当时的一箭之仇。你们慢点，别把少爷摔了。少爷，今天好多人啊！哦，是不少。都看着我干嘛？报名。我感觉你好像特别了解他。没有，我瞎猜的。葛御主，依你来看，这个赵飞扬修为几何呀？没有丹田，毫无修为，连武者都不是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上次他是怎么一招就把我击败了？他不是参与过北疆荡魔，并且活下来了吗？或许有奇遇，亦或许身怀法宝。再者，境界未必就是实力的全部表现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也认为他是个棘手的人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小动作都是枉费心机。你说的也是，凭你6品武尊的武道修为，镇压他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武道大会即将开始，本次报名采取排名制，以自身修为及通天塔记录划分，排名前4者可免去海选比武，直接晋级8强。海选过程中将再次角逐出4位，进行最终排位，点到为止，切莫互相残杀。最后，
预祝各位有志青年胜出。李嫣然参上。不愧是咱天玄城第一美女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漂亮。承袭风华绝代也不为过呀，就是不知未来花落谁家。若是有幸一亲芳泽，我估计做梦都能笑醒。李嫣然，年21，通天塔等级14。3品9段。你说长得那么漂亮也就算了，修为还那么高，居然距离宗师之位仅有1步之遥，望尘莫及啊！赵恒参上。赵恒，年21，通天塔等级17。好，你虽为赵家义子，却依然出众，看来今年前4有你一席啊！多谢城主赞赏。白芷参上。白芷，年20，通天塔等级19。哎呀，白姑娘看着如此柔弱，通天塔戒律竟然进入19了，果然如此。难不成白家这是要死灰复燃？什么死灰复燃啊？这分明就是重新崛起啊！4品2段，完全是天玄城一流家门修为代表啊！陈秋水参上。陈秋水，年23，通天塔等级25层。25层，不愧是我天玄城天之娇女啊！来，有请测试修为。没想到秋水姐姐这么厉害，那么年轻，都已经朝大宗师靠拢了。确实，是我们2个比不上的。秋水妹妹如此修为，我也很佩服。王辉参上。王辉，年26，通天塔等级也是25。不愧是上一次天玄城荡魔先锋啊！这看来今年又是他来当这个先锋了。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报名差不多结束了，等3日后正式大比再来。走吧。急什么？还有人没报呢。谁呀？赵飞扬啊！他来都来了，难道不报名吗？连武者都不是的废物，他就算报名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来都来了，看看又没什么事。赵飞扬，参上。赵飞扬，你城主稍等，这其中恐怕有点问题。哎，我就
叔说有看头吧？还是你懂啊。这赵飞扬的记录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长老如此诧异？他给我们刷了一次18层，这么废的修为，能有如此记录，长老当然会震惊了。原来如此，有此通天塔记录，倒也能排到前端了，不至于那么难看。天天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他们可都等着你呢。哎，弟弟啊，要不然你也看看这孩子的通天塔等级。他呀，我看。行，我看。赵飞扬，年21，通天塔等级多少？33。这怎么可能？好家伙，33层，33层，33层，竟然是33层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家伙怎么可能啊？什么废物家伙？那可是赵公子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哎，葛玉主，你怎么看？即便是我，要想通过这一层，也不会太轻松。看来这家伙确实非同凡响。那看来只有等待会儿测量碑显示他的武道修为，你我探查能力都有可能出错，但测量碑不会出错。看看再说。我的四哥呀，33层，你到底几斤几两？是真强还是假弱啊？测量碑能测出真实修为，你再隐藏也没用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今日之后，赵飞扬的优秀恐怕会人尽皆知。到时候我的竞争对手将会是天玄城最优秀的2位女性。我唯一的优势，恐怕只剩下我的容貌。但我觉得白芷和秋水也都不比我差。难道我们之前都误会他了？他是一直在隐藏实力。之前我也怀疑过，他是不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？可是后来的种种，让我放弃了对他的另眼相看。如今这33层通天塔记录，没有6品武尊之力，是如何办到的？难道那天真的是赵飞扬救了我？诸位，不必惊讶，都是因为这家伙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秋水妹妹，你可记得那日在通天塔，他被阵法吸走，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确实如此，所以必定是通天塔那日出现了混乱，才让这家伙有了如此记录。33层，连大宗师后期也不见得能全身而退，何况这个废物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他……不用以为，大家动动脑子便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看未必。没道理呀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他连武者都不是，他的武道段位
只有3段啊！奇怪，太奇怪了，竟然真的是个废物，可为何有这般气势？居然连1品都没有，武道之力只有3段，看来还是高看他。果然还是一个只会装腔作势的废物。怪不得今日敢大张旗鼓的前来，他定是知道了自己通天塔的记录，还是个现眼包。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了。3段能一手捏死宗师吗？看来赵飞扬的实力不是。过关。如此，今天的报名就此结束。待3日后日出时分进行正式大比。都散了吧。城主，张了，且慢。陈秋水，你还有何事啊？我对排名不服。不服？不服你来咬我呀！赵飞扬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？那你就别那么多废话，你动手试试，免得你以后嫁过来不懂得尊重丈夫。这个废物居然这么猖狂，他以为自己的修为排在第1是吗？这样真的合适吗？不嫌害臊。四哥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这个样子。虽说我们赵家在天玄城的口碑不错，但你这样也太过高调了吧？五弟啊，什么时候也轮到你来教训我了？你还真是长幼不分呢。四哥误会了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已经给过你1次机会，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。记住，你赵恒姓赵，你的名字是我们赵家的，你是我爹的义子，也是我的义弟。吃了我们赵家10年的饭，如果你硬是要胳膊肘往外拐，成天整些有的没的，我也不介意清理门户，就像你的经理一样。四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嘿嘿，哟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自己的义弟指手画脚，还扬言说要清理门户。这天玄城赵家老四，好大的威风！对呀，太过分了。哎，谁让他不是亲生的呢？估计在赵家没少被欺负啊。可是他的修为比赵飞扬高啊，那也会被欺负呀。现在赵飞扬可是少家主，有这么一个优秀的义弟，那不得一个劲儿的排挤？巴不得赵家把他赶出家门，免得造成威胁。哟，四皇子。怎么，我赵某的家事你也要插一手？哼，我可不是插手你们家的家事，而是路见不平。你路见不平，不正是在插手我的家事吗？如果你要这么说，那就是又如何？哈哈哈哈！那四皇子，我问你啊，关你屁事啊！赵飞扬，你敢对本宫不敬？我就算对你不敬又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别人家的家事皇权不可及吗？还是说因为你是四皇子，别人的家务事你就非得过来管一管？感觉突然有点钦佩这个废物了。是啊，简直狂到没边了，连四皇子的面子都不给。四皇子可是奉昊天圣主的旨意前来压场的，岂有此理！葛御主，此人屡次对本宫不敬，犹如我皇室之嫌，我命你将其拿下，死活不论。难道今天有机会见识6品武尊出手了吗？飞扬绝非是夸夸其谈之人，他敢这么傲，必然有他傲的资本与底气。
可是修为过了5品，那是分水岭。最原始的区别，就是一个练武，一个在修仙。飞扬，你没问题吗？既然四殿下有令，那我就只好动手了。难道这便是武尊之威吗？恐怖如斯，光是灵压就让我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。这下赵飞扬那小子可就惨了。好强！我已经26岁，我到根骨已经定型，这辈子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踏入这个境界。这厮便是那四皇子卷土重来的倚仗吧？6品，还不错。这么久以来，他人都说我赵飞扬是个废物。虽然我不在意这个称呼，但听多了也烦。今日索性当着所有人的面拿一个6品武尊立威，以后耳边应该会清静不少。白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12年前，我父亲得到一枚龙晶，这所谓的南县狱主，当初不过是一个恶霸，他强闯我白家，屠杀我白家13口人，只为抢夺龙晶，破入6品，成为这南县狱主。今日我见到他，本想压制心中的仇恨，可是这滔天恨意，怎么压制得住？我与白芷妹妹以及飞扬共进退。我不是为你赵飞扬，而是为白芷妹。虽然赵飞扬这个家伙吧，我真的很讨厌，但是我也是天玄城的一份子。行了行了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几个都退下，我一个人对付他就够了。你一个人对付武尊，你没睡醒吧？嘿嘿。我天玄城护城卫何在？护城卫统领张鹤龄在此。今日但凡参加武道大会者，接受我天玄城城主保护，谁敢妄动，谁来也不行。是。你们是想造反吗？这群傻子，我明明只是想挑唆你们对赵飞扬的不满，岂料你们这帮家伙居然这么团结。四皇子，这帽子未免扣得也太高了吧？难道昊天帝国的皇子就是如此善恶不分之人吗？这是要寒了我们天玄城百姓的心吗？说得对，城主说得对，赵飞扬是我们天玄城的人，他确实嚣张了点，但借此说我们天玄城的人是反贼，这一点我们听不下去。你们，一群蝼蚁，叫嚣的再厉害，也只是蝼蚁。四殿下，若您需要，我可以将他们全部杀光。若在天玄城大开杀戒，到时候闹到北疆军部，恐怕会引起非议。可若不动手，这口恶气难消啊！葛胡，你休得放肆！怎么，你以为如今成了南县狱主便可以天下无敌了吗？是啊，真当我天玄城不然？老东西，想出头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要想清楚了，我可是受了昊天圣主的嘱托，前来相助四皇子。如果现在你们全部滚开的话，我就只拿赵飞扬和那个白家女子。要是你们还是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如果要打架的话，又怎么能少得了我？萧大师，最近去哪儿了？还不是为了你？什么？萧然，你就是天玄城第一剑客萧然。葛洪，可敢与我单挑？你不过是区区的5品，真要挑战我，你可知道5品与6品有本质上的不同？话已放出，难道你以为我只是装腔作势？这萧然虽然只是5品大宗师，但他修的是极致的剑道。若与他斗，我未必能轻松镇压。四殿下，你觉得现在该怎么收场？这群刁民还真任性。罢了，等武道大会结束，到了北疆战场，我有10000种方法收拾他。好，好，好，诸位不要误会啊，本宫只是与赵飞扬有一些个人恩怨，没必要上升到这个层面吧。哼，我与白家也是个人恩怨，若你着急送死，
我葛洪随时奉陪。你，白芷妹妹，如此强敌，不是光靠勇气就能战胜的。白家刚刚看到希望，你要冷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敢动手？我就这么弱吗？慢着！我让你们。3日后便是正式大会，该回去练武了。小大师，你打我干嘛？这么多人呢，我不要面子啊！我旧伤未愈，不能替你杀了葛洪泡妞。你等我恢复好了再说。我也没说让你替我杀呀。哎，萧然啊，萧然，你真是让我既无奈又感动。啊，对，还是3日后大会要紧，还是不要起冲突的好。啊，对。本宫呢，在这儿还是预祝3日后的武道大会可以圆满成功，也为我道魔队伍选出一些优秀的将领啊！哎，闹了半天谁也没动手，没劲。赵飞扬，你真是不嫌事儿大。今日若是起了冲突，即使是赢了，如何收场？昊天帝国一声令下，我天玄城如何抵挡？你一个人得罪四皇子倒是痛快了，你别把大家往火坑里推。还顾及这帮人的身份呢？啊，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想出去打仗，都想为了这昊天帝国上阵杀敌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可是这些皇室的人什么时候把你们放在眼里？连性命都豁得出去的人，却还要讨好权贵？要我说呀，人没有尊严的活着，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。赵飞扬，漂亮的话说再漂亮有什么用？尊严是实力给的，没有真正的实力，这些终究是虚幻和一时。所以，你不配说这种话。我配与不配，不需要你来衡量，更不需要你们来对我肯定与否定。我赵飞扬战场上走一遭，也算是死过一次的，所以这一次重生让我觉得，人有尊严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我不会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也不会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妻就对你百般忍让，更不会跟着任何人的想法。世界那么大，花有百样红，人与人不同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花火。孙儿，哎，少爷，走。行。小小的天玄城，竟然2次服了本宫的面子。本以为葛玉主，你可以帮我撑撑场面，没想到。的手段。这武道大会，可都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。葛玉主你，虽是如此，但也没有明文规定，岁数大就不能参加。也好，既然葛玉主愿意屈尊，
那就在这擂台之上，狠狠地教训一下他们。没什么屈尊的，我既然到这儿，就要好好的跟他们玩一玩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该不会还是因为上次的事情？难道你觉得我萧冉是那种拘泥小节的人吗？那倒不是。你怎么了？小伤罢了。小伤？我看不像。让我看看。静脉俱损，还说是小伤，你怎么弄的？你不想说也罢。这是圣果莲子，有恢复伤势之用，先服下。圣果莲子对提升修为有帮助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废什么话！我让你服下你就服下。这小子居然还知道关心人。这样，你进入修炼状态，我来帮你疗伤。你还会这个？照做就是。如何？基本无碍，而且感觉修为还有所提升。方才我感觉经脉被一股十分霸道的力量所疏通，而且又不是灵力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若告诉他我飞升雷劫，那就太骇人听闻了。我在北疆打仗的时候学到的一点小手段罢了。唉，3日后便是武道大会了，我还是没做到。做到什么？金燕梅、固元仙桃、万花草，还有丹火。那日通天塔刷的33层，竟然是它。我本想集齐药材为你制作9转灵丹，奈何能力有限，只集齐了4种。对不起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还要跟我说对不起？作为师傅，让徒弟有自保能力是应该的。谁是你徒弟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是你徒弟，你也不该做这些。你不欠谁的，知道吗？我萧然这一世在乎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当初你3个兄长皆在我手下学艺，战死北疆，这是我的遗憾。我只是在你身上弥补我的遗憾，所以你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怎么可能没有负担？我说不用就不用。你刚才为我疗伤，还有圣果莲子，我们就算两清了。放屁！你受伤是为我而受的，怎么可能会两清？我赵飞扬不喜欢欠人人情。这样吧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许你一个承诺。你许我承诺？对，我赵飞扬许萧冉一个承诺，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，我都会为你做到。你认真一点行不行？我赵飞扬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许别人承诺。你认真？打住打住！难怪你之前一直不肯拜我为师，你该不会是要打我的主意吧？你难道喜欢年纪比你大的？我，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呀你，还是年纪太轻。承诺这个东西，可千万别轻易的许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见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我赵飞扬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出去的话哪有收回的道理？行，你刚才的承诺我先记下，可以吧？娘亲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娘亲，你为何阻拦我继续练武啊？
这练武是要劳逸结合的，你这个速度呀、力量啊都下降了，你呀再练下去没有意义。原来如此，我都没有发现。那我们早点回家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练的强度过大，导致胫骨有些损伤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说呢，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干嘛这么要强啊？现在好了吧？身体搞得这么疲惫，那3天以后的比武你怎么应付呀？是我太过心急了。哎，这前面呐有座碧波潭，如若在里面泡上一泡的话，那对你筋骨的恢复呀有奇效。就有这般神奇？那是当然了。想当年，母亲我和你父亲呀，每次练完功都会在里面泡上一泡。哎，你这小女子笑什么呀？我跟你父亲就是单纯的在疗伤。哦，可我啥也没说啊，娘亲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先给我吧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娘亲，你不一起去泡吗？哎呦，我又没受伤，我干嘛去遭那个罪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进去的时候呀，把衣服都给褪去，让那个寒意呀都进到筋骨里，这样啊才会有奇效。啊，要褪去衣物啊？那您当初和父亲又来，哎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吧，快点去吧。知道了，娘亲。娘亲在此等我便是。哎，你怎么啦，秋水？娘亲，没事。我才忍不住叫出声。好，娘亲，你先回吧，我想多泡会儿。好，你呀，泡好以后尽早回家啊。赵飞扬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我先来的，然后你后来的。你先来的，那我刚才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出声？我刚才吓到了，我没敢出声。你怎么被吓到了？你刚刚是不是什么都看到了？我回答我！我看到，没看到，一点点而已。我杀了你！等会儿。我杀你，你能解我心头之怒！你要是敢动，我就敢站起来。你敢？我敢不敢呢？你不知道。对嘛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你刚刚是出了声，现在能有这回事吗？你刚才就那么直直的朝我走过来，我要是出声，我这个角度，我不更尴尬？我原以为你只是一个牙尖嘴利的小人，现在看来。你还是一个龌龊至极之人，趁我没杀你之前，赶紧滚！龌龊？你怎么说的好像我故意来偷看你一样？你能不能不要没事就给我安一些没有的罪名？滚！行，我滚。你干嘛？不许动！我不动，我怎么滚？你，反正你不许动。那行，那你把眼睛遮住，我滚。不行，那万一你趁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对我做什么奇怪的动作？我能做什么奇怪的动作？你能不能不要把我想的那么龌龊？那这样吧，我把眼睛遮住，你走。你休想！那一起泡会儿吧。我泡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家。
你不准走！那我拜托你赶紧走行不行啊？反正我也差不多都看。你，你别哭啊！我错了，你那么刚烈的一个性格，你在我面前哭，我不习惯。我恨你！我只秋水怎么会跟你这种无耻之人纠缠不清？怎么又给我起这么难听的外号？再难听的外号，也无法表达你的猥琐。我猥琐？我。前面有个碧波潭，水至清澈。还是我帮你啊！行行行，与你无关，与我有关。我警告你，今天的事情你最好烂在肚子里。要是有第3个人知道，我饶不了你。小子，你还是嫩了点儿。现在我大局已成，你是走投无路了啊！走投无路？爹，你可听闻过神之一手啊？什么？神之一手？那便是堪称天意的一步。啊？嘿嘿。我居然输了！哎，你什么时候布的局？我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呀！你现在这么厉害吗？上辈子活了这么多年，可不是白活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多练练吧。去！少爷，李嫣然李姑娘请你去李家一趟。李嫣然找我？找我干嘛？你废什么话啊！李小姐让你去，那你就赶紧去呀！去！我什么我？赶紧去！好。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！我家飞扬终于有女孩喜欢了！哎呀，保佑！哎呀，保佑！行了，一会儿来了就知道了啊！你呀，你也热情点儿，知道吗？哎。飞扬，来，我给你满上。啊！祝你日后大比能取得好成绩，北上荡博，能为我天玄城争光啊！来，好。哎呀，这次找你来呢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看看什么时候把你跟嫣然的婚期定了。婚期？对呀，
啊，我跟你爹呀早就定了一纸婚约，赵家现在只有你一个独苗，那自然就落到你头上了嘛。虽然一直觉得娶媳妇是件不错的事情，但真的到这个节骨眼儿，总觉得有点紧张啊。伯父，您为何不跟我爹商量一下这事儿？哎，这不是因为你有3纸婚约在身上吗？啊，我呢也是有点私心的，希望我们家嫣然呢能做大。哎，你不会笑话伯父吧？啊，当然不会。爹，不是说好了，今天就是简单的请飞扬吃顿饭？哎，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飞扬，你别听我爹的，我今日找你就是想简单的吃顿饭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咱们爷儿俩喝酒，来啊！请。嫣然，我寻到了一个修行好去处，咱们一起。白芷，嗨，赵飞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串门蹭饭啊。来李家串门吃饭？对呀，我还是被邀请来的。还是被邀请来的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？怎么回事？以赵飞扬现在在天玄城的口碑，竟然会被李家邀请到家吃饭，而且看起来相谈甚欢。哎，嫣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姐妹都来了，还不邀请人家落座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白芷妹妹，我刚才一时出神。既然都来了，那便一同用膳吧。让厨房多做几个菜。是。这一杯我敬您。行。老头子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喝多了？呀，这点酒我哪能喝多呀？来倒上。哦，我是喝多了，我是喝多了。哎，我是喝多了。这点酒不胜酒力，不胜酒力啊！伯父，这就走啊？留步，留步，留步，别送了。你们多吃点啊。伯母的手艺还是很好啊，跟小时候一个味道。看着我干嘛？吃饭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一个鸡腿而已嘛，给，吃吧。你们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有什么事好瞒你的呀？白芷妹妹，你不是说有一个修炼的好去处吗？咱们一起去吧。你是不是在转移话题呀，嫣然姐姐？没有啊，武道大会在即，要修炼的话，咱们正好一起抓紧时间嘛。我本来是打算先叫了你，再去叫秋水姐姐的。叫她？那我不去了，我跟她不对付。那不叫她了，正好秋水姐姐也讨厌赵飞扬。罢了，那我们去吧。好啊，吃菜。居然有人敢闯进这里！这是什么修炼圣地啊？还有蝙蝠！你们怎么回事？赵飞扬居然和嫣然、白芷在一起，而且他们的关系……你别想多啊，事情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哪样？秋水姐姐，刚刚我们在外面遇到了蝙蝠，所以我们就一起进来了。哦，那你们3个人是怎么一起进来的？总之，就是凑巧吧。那真的是太凑巧了。
你们不愧是我陈秋水的好姐妹，绕开我，带着阿猫阿狗来到这人迹罕至之地。阿猫阿狗，陈秋水，你又给我取个新外号。你不要跟我说话，我听到你说话就觉得恶心。嗯，你这个混蛋！词穷了吧？想不出来了吧？你最好祈祷在武道大会上不要遇到我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我现在就后悔了。武道大会之后，北上之前，咱们退婚。我跟你性格不合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退婚。你不是不想跟我有瓜葛吗？咱们俩本来就不该有瓜葛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满足你，我也不会提出任何的额外条件，我爹也会同意。这家伙把我全身都看完了，竟然还说得出这种话，简直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希望大比以后你还能活着回来签退婚书。哼，除了我，白芷、嫣然的全部退了。哎，那你管的可就宽了。我只说和你退婚，我又没说跟他俩退婚。我们3个人本来就说好一起退婚的，难道你以为谁都想嫁给你？那可就难说了。真是自恋又自负。白芷妹妹，你不是也想跟赵飞扬退婚的吗？你还犹豫什么？你如今已经重新建立起了白家，而且以你的修为，在天玄城乃至整个天武大陆，都会有无数的青年才俊任你挑选。难不成你还对这个废物抱有期望？可我觉得，我们3人的婚事，还是要自己做主。这件事我之前就表态过了，希望秋水姐姐不要生气。我不希望秋水姐姐你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。白芷妹妹，你难道真的想嫁给他？我只是说，我要做主自己的婚事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嫁给他。只不过，我不想再被左右了。好，白芷妹妹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不说什么。嫣然妹妹，你不是很想跟他划清界限吗？大比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去退婚，这是我们之前就说好的。真的说好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呀，秋水姐姐？飞扬的态度并不简单，可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他有了如此大的变化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我应该大大方方的说出来，对白芷妹妹和秋水姐姐，都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。我父亲已经和飞扬商量好了，等道魔结束之后，我就嫁给他。什么？什么？嫣然妹妹，我刚刚没有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完成道魔之后，我便嫁给他。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一定会嫁给他。此言终不悔。赵飞扬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咱们俩有婚约在，当然我……你正面回答我。等，大蜘蛛！禁忌蛛王，他的毒液能杀死6品武尊，跑！快走！赵飞扬，我家里边还有一堆事，我先走啊。赵飞扬，嫣然姐姐，你为什么对赵飞扬是这个态度？这是我一直放在心里的问题，因为我早就发现了。你如果还当我们是姐妹，你就应该说出来。我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实话。我喜欢他，我想嫁给他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喜欢他？嫣然妹妹，
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还是说赵飞扬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说这种话？你不要怕，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。够了！无论我怎么样说，你们都不会相信我。赵飞扬他不是废物，他是个好人。你要退婚也好，要怎么样也罢，都与我无关。我甚至会感激你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有隔阂了。就让你们口中的这个废物，这个无耻小人，让我李嫣然一个人承受。一定是赵飞扬做了什么，才让嫣然妹妹如此找我。这个混蛋，我一定要撕了他最后一片遮羞布，让嫣然妹妹清醒过来。秋水姐姐，咱们走吧。呀，萧大师啊，这2天去哪儿了？又去收集药材了？你身上有赤炼果和圣果莲子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已经集齐了7种药材了，而且第8种我已经找到了，只不过这次需要你帮忙。哎，别，打住啊！你做这一切都是为我做的，你跟我提帮忙，我可承受不起。那你是去还是不去？当然要去，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好了，别贫嘴了。在帮忙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知无不言。春儿，你先回避一下。是萧大师。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？干嘛要让春儿离开？他还小，询问之事不宜知道。哦，这么刺激啊？那你问吧。你还是不是童子之身？啊什么啊？问你是不是童子之身，你回答便是。你说的是那个童子之身吗？不是那个是哪个？我应该是。什么叫应该是？你给我确定的答案。好，我这个身体100%的童子肌，满意了吧？那就好，跟我走。居然是秦葵，这都能被你找到？只要拿到秦葵露，再找到最后一味药材，便能为你炼制9转灵丹了。可想要获取秦葵露，需要2个童男童女的精血，才能换来秦葵出露。不错，我是童男，你童女，萧大师不是吧？你再拿这种眼神看，小心你眼珠子。好。可就算是童男童女也不够啊。为什么不够？难道还有什么先行条件？当然有，那就是需要双方心里都真心喜欢彼此，才能让秦葵出露。可我和你怎么可能有？而且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后果。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不说话？总之，咱们俩是没有办法拿到秦葵露的，要不再找2个其他的人过来试一试。秦葵自有剧毒，一般人根本抵挡不住。能抵挡住的人，一般又并非童男童女，就算是有，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。万一秦葵凋零，我岂不是白寻了？咱们得试试。哎，不用试了，相信我，没用的。岂能白走一趟？试试。你是不是傻？这东西有毒，会很疼的。废什么话？再试试。我都说了没用来。的。既然你想试，那试吧。你看，我就说没效果吧，非要试，还白白被扎了一下。你是不是诓骗我的？你根本就不是童男。你怀疑我？你知不知道，对一个及冠之年的男人来说，身为童男是一个多么羞耻的事情？我还能拿这事儿开玩笑？开玩笑吧你！那为何这秦葵没有反应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还怀疑你。
你敢跟我说这话？你还懂不懂尊师重道？那当我没说。哎呀，没用的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还等什么？快看，飞扬，秦桧有反应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要催动秦桧，需要2个人情投意合。难道我喜欢萧然？秦桧路正在汇聚，我们成功了。可萧然他对我……果然没有白费心血。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为什么不能这样？你重聚丹田有望了，你难道不高兴？两情相悦才能催动秦桧之动，但两情相悦之人一旦被刺，便会身中秦桧之毒。若双方对其动情，便会生不如死般痛苦。你怎么了，飞扬？我没事。怎么没事？你都吐血了！我说你这个女人烦不烦？每次都只顾着要为我做事，要帮我，从来都不顾及我是不是需要。我赵飞扬本就有通天之力，我不需要你那些莫名其妙的帮助。以后不要再来我赵家，我也不想再看到你。赵飞扬，你再说一遍。再说100遍也是这样。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，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。以后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日的相思，夜的寂寞，人间云舒又见冷雨滴落。青草曾梦，这秦桧之毒果然可怕，只是发作一次，便让我痛不欲生了。竟然和天雷劫的痛苦不相上下。一段事无常，世事一段对不起，萧然，不想让你也承受这个痛苦。对我的好，我会永远记在心中。张鹤凌上，苍龙上，李嫣然上。来选最后一场，赵恒公子对战葛洪。南县狱主竟然参赛了，应该是四皇子的意思，冲着赵飞扬去。你不用担心，秋水，若是遇到，认输也不丢人。王兄还是不要靠我这么近，毕竟男女授受不亲。这个臭女人，转什么转？飞扬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赵恒公子，怎么还不上台啊？开什么玩笑？让我对战葛狱主？算了，我弃权。好，那就葛洪胜。经过几轮赛选，最终再度角逐出4人，
预报明日排名前4，最终5城8强。希望第1轮运气不要太差，不要遇到葛洪，这样还有信心夺得第2名。只要不遇到葛洪，我的第2名便是稳的。而葛洪身为域主，自然不会屈尊跟我抢大魔先锋一职。哼！希望能遇到飞扬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投降，让他晋级4强。第1场，李嫣然对战张鹤龄。能和嫣然姑娘比试，是在下的荣幸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有你，谢谢你，飞扬。张鹤龄上，恭喜你进入4强。我看他就是想占嫣然姑娘的便宜而已。皇兄说的没错，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我就乐意。赵飞扬，以你的实力，定然会冲到决战。葛洪将会跟你最终决战，到时便是你的死期。千葵之毒不仅伤及我的身体，还伤及了我的神识。如今我也无法操作天雷劫之力，这次武道大会恐怕与多亏无缘了。下一场，赵飞扬对战王辉。哎呀，没想到飞扬居然遇到的是王辉。哎呀，这事儿难办了。他可是上次荡魔队伍的先锋官呀，妥妥的大宗师。赵飞扬，遇到我算你倒霉，不过赢了你也没什么可光彩。要不你还是投降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投降不是我的风格，别废话，来战吧。果然，放家里了。芬儿，来啦！少爷接着。就凭你有亮剑之胆，即便是败了，他日北上荡魔，我算你一份。少爷加油！飞扬加油！儿子加油！看来他没有来啊。这小子剑法居然这么好，本来想不使用修为赢他，看来行不通。既然你这么拼，那我就拿出全部实力吧。他认真了。
四殿下，您确定他曾经一招将您逼至濒死？我确定。可今天看，可今日他明显感觉不对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那股特别的力量一直没有施展出来。再看看，看来还是没有奇迹发生啊。哎，不过飞扬能撑过这么多招，也算是很厉害了啊。赵飞扬，你到底是强是弱呀？我真是搞不懂。看来他也有刻苦练武，不算完全废物。凭他炼气3段的修为，竟然能接宗师这么多招，足以自豪。现在认输也不算太丢人。怪不得那么嚣张，原来是得了萧大师的真传。可惜了，你修为太低，你接不住我的剑。现在连兵器都没有了，还不投降吗？嫣然姐姐，你还是太高估他了。他虽然有萧大师陪着训练，剑招出众，但想约4匹而战，实属不可能。不用担心，他会赢的。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难看？看来修为的差距太大，招数和经验依旧难以弥补。难道只能认输了吗？他要认输了，看来我没有办法在武道大会替你出气了，只能以后再想办法。赵飞扬到底什么情况？我认。姐姐。这是什么剑？居然这么沉重，我险些顶不住。嫣然姐姐果真说的没错，这根本不是飞扬的真实实力，他居然打得那么辛苦，我居然看走眼了。这赵飞扬竟然有几分男儿血性，怪不得嫣然妹妹这般喜欢他。我儿子赢了，飞扬赢了，哈哈哈哈！看到没有啊？哈哈哈哈！少爷，你还好吧，少爷？还好他晋级了，之前他一直露出败势，看来是故意而为之。用这种方法塑造成逆风翻盘，是想隐藏他真正的实力。有点意思，我开始期待与他碰面了。白芷妹妹，接下来的安排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们俩其中一人必定会遇到葛洪。
我知道你背负着深仇大恨，但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不到时候。厚积薄发，韬光养晦，若遇上，投降吧。我知道。飞扬，你今日怎么了？这不该是你的。下一场，陈秋水对战张龙。看来我第二有望了，但白芷妹妹将会遇到葛洪。白芷妹妹，不要忘记我说的。慢点，张兄，慢点。陈秋水胜，4强角逐剩最后一场，白芷对战葛洪，你欺人太甚！眼神不错，可惜你级别不够，资质太低。我不想让你这么早死在我的手上，回去练练再说吧。李洪斌，宣布吧。白芷弃权，葛洪慢着，赵公子，你谁说白芷弃权？赵飞扬，这跟你没有关系，不要胡来插嘴。干什么？快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别问那么多，报仇去吧。干什么呢？下去！爹，下去！白芷妹妹，不要冲动，你刚入4品，怎么可能会是6品对手？我感觉我现在无所不能。我现在无法运用藏在识海的雷劫，倒是可以暂时借给白芷片刻，做个顺水人情。不错，勇气可嘉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陪你玩玩。看剑！赵飞扬，你刚才干了什么？为什么白芷妹妹突然变得这么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你，行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白芷妹妹还是落入下风。这6品5尊，不是随便能打败的。亏你还是天玄城第1天之骄，谁上风谁下风都看不出来，白下了名头。
居然这么厉害！这小姑娘不得了啊！葛云主，你什么情况？我居然被震伤了！这恐怖的雷霆之力到底是什么？能赢，我能赢！有赵飞扬给我这股力量，我能赢！这股力量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女人身上？葛洪，今日便是我复仇之日。堂堂6品武尊，经历了多少生死边缘，想杀我没那么简单！受死吧！白雪妹妹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都怪你赵飞扬，若不是你鼓动，何至于此？若不是我鼓动，他怎么能够亲手报仇成功呢？报仇成功？想杀我没那么容易，我纵横天下30载，怎会败在你这种小人物的手上？这葛洪还好好的，哪成功了？是吗？你再看看你。今天我要杀了你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赵飞扬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完了！我居然低估了这股力量，竟然连6品武尊都不是对手。如此看来，赵飞扬恐怕有撼动皇室的能力。这件事，我必须向副主禀明。玉州葛洪气绝了，白纸上抽！爹，娘，爷爷，奶奶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。白芷在3个女孩中年纪最小，却外弱内强，背负着这般深仇大恨，现在终于得报。这些年，她一定过得很委屈吧？副主，那天玄城赵飞扬目无皇室，其真正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此人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不可控因素，还请副主亲自前往镇压。南县狱主葛洪，居然死在这股特别的力量之下，还好他没有丹田。倘若这股力量融入丹田的话，恐怕整个天武大陆都无人能及啊！如此，我便只能亲自去一探究竟了。白芷妹妹，赵飞扬小人之举，胜之不武。胡说！胡说！白芷妹妹，怎么连你也……赵飞扬，他毕竟帮我报了仇，他是我的恩人。秋水姐姐，还是不要在我面前这么说他。
可是秋水姐姐，我到底要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能相信他的为人？那日在竹林救下我们的，不是王辉，而是飞扬。你们的修为之所以能大有提升，是因为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圣果莲子，一人为了你们一颗，并且给你们疗伤提升修为。他做了如此有情有义的举动，你怎么能一直诋毁他？你说什么？那日救我们的是赵飞扬，难道不是王辉吗？他那个伪君子怎么会救我们？我亲眼所见，怎么会有假？原来如此，我前后应该服下2颗莲子。这么珍贵之物，他竟然一点都不吝啬。那为什么？你是说你不知道是谁？我承认，当时的我有私心。嫣然，你……原来是圣主降临，赵秦拜见圣主，拜见圣主，拜见圣主。昊天圣主，大胆！整个昊天帝国都是我副主，见我副主，为何不来参见？本主有意封你为南县狱主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圣主要封飞扬当狱主，飞扬，你还不快快感谢圣主？你要当狱主了，我儿要当狱主了，哈哈哈哈！我们赵家要崛起了！哈哈哈哈！当这个狱主是不是有什么先行条件啊？是的。只要你把你身上的雷霆之力交给本主就行了。那不行，我这股力量是存于我的识海之内，分割不了，所以这个狱主要我看，算了。赵飞扬，这可是我副主给你的机会，你可别不珍惜。不珍惜又怎么样？身为堂堂的昊天帝国圣主，一上来便让我交出武力，这算什么？强盗吗？飞扬，这是圣主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圣主，我儿管教不严，您切勿生气。说你目无皇权，本来我还不相信，如今一见，果真如此。你真是一身傲骨，不把本主放在眼里。客人来了有热菜，豺狼来了有刀枪。对于不同的人，我自然是会给出与其对等的态度。简直是狂妄至极！我副主可是9品大武圣之境。普天之下只有魔族之主魔圣可与我副主抗衡一样，你简直是不识抬举。副主，莫要与他再多啰嗦，直接抽了他雷霆之力，以绝后患。赵飞扬，本主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倘若不遵，本主便要出手镇压。你现在身负大功之人，本主本不想这样。飞扬，他是圣主，他要什么，你给他便是啊。即便是要我的命，也给他吗？这就是你的选择。不错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若现在离开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是想要跟本主一较高下？不，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赵飞扬，我副主可是9品大武圣，将来有可能突破10品，飞仙成神。你竟然说他不是你的对手？哈哈哈哈！我知道你身上的雷霆之力相当霸道，但是你没有丹田，还是炼气，凭你的体质，又如何能成长为超越常理的力量呢？谁说我没有丹田？谁说我只是炼气？太好了，9转灵丹炼成了。飞扬，你重聚丹田有希望了，快服下。可是，一旦将灵丹服下，我的修为恐怕会不受控制的暴涨，甚至白日飞升。这不是修行者的最终之道吗？
即使再也无法与你相见，也没关系吗？你把九转灵丹存于食道，若遇到不得不出手的时候再服下。到时候你飞升成神，那臭离情葵之毒便轻而易举。少爷好棒！这怎么可能？只是炼器，怎么可能一跃十品，飞升成神呢？这有违天理啊！这我石海所存的乃是雷劫之力，雷劫之力仙神难挡。有了丹田之后，我便将雷劫之力全部吸收，所以逆天成神也不足为奇。你的雷霆之力竟然是雷劫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很想要这股力量吗？那我便让你尝尝雷劫的滋味。上身上病啊！儿啊，切勿动手啊！昊天帝国还需要圣主的护佑，若杀了他，那魔圣必然亲出，必将引起一场浩劫呀！